各位朋友，我係陳雲。喺我拍片嗰陣咧，中國同美國嘅貿易代表咧，正係喺瑞士係開緊會嘅。究竟中美雙方嘅關稅協定係傾成點呢？好快會知道。之前5月8號紐約郵報就話，美國對中國嘅關稅咧係好可能由145%降到去50%。但係喺中美雙方喺瑞士見面嘅時候咧，特朗普就喺自己社交媒體 Truth Social 嗰度咧，接連2日係出咗貼文。首先佢係話80%嘅關稅咧係適合嘅，另外咧就係話中國要開放市場，否則係追唔上時代啦。但係特朗普就話咧，正式嘅決定咧就要等美國嘅代表財政部長貝森特同埋貿易談判代表 Jamieson Greer 同中國嘅副總理何立峰傾咗先知嘅。我哋等緊中美雙方嘅關稅嘅談判結果啦，但係就可以攞之前嗰單英國同美國達成嘅關稅協議咧，係攞嚟做一個對照嘅，就係睇下特朗普點樣同最親近嘅盟友，即係英國咧係做 deal 啦。呢個喺5月8號達成嘅協議咧，係相當之係奇怪嘅。佢冇正式簽咩協定，兩國嘅人員咧亦都未正式係見面，只係電話磋商。而宣佈咧，亦都係各自嘅財政人員係宣佈。元首級嘅會面咧，之前當然英國首相施仲賢就同特朗普喺華盛頓見過面啦。但係真正關於關稅嘅講法咧，就係特朗普喺睇緊球賽阿仙奴對聖日耳門嘅時候咧，就發咗個輪我嗰輩嘅講法啦，打咗個電話俾阿施仲賢首相，跟住傾咗幾句當係兩國元首係接觸過啦。之後咧就宣布關稅嘅情況，成個係一個不成文嘅協定嚟。最重要嘅嘢咧，即係話美國係有權干涉或者俾意見如果係中國嗰邊有企業喺英國嗰頭收購嘅話咧，如果有國家安全嘅顧慮咧，美國係會參與意見嘅。咁呢個最重要嗰條咧，究竟有冇呢一條定係情況係點咧？就係唔知道嘅。咁我先講嗰個關稅嘅情況大家聽咗好可能係得啖笑嘅。首先咧就係美國同英國就係大國對細國啦。美國賣嘢俾英國咧係遠遠多於英國賣嘢俾美國嘅，所以美國係對英國嘅出口係有800億美元嘅盈餘。故此美國對英國貨咧只係徵10% 嘅關稅，冇咩特別要加徵嘅，只係喺2個項目嗰度咧係耍下花槍咁啦就係汽車同埋鋼鐵同埋鋁啦。喺汽車嗰度咧，美國就准許英國車入去美國咧，頭10萬架咧就係免稅嘅，超過10萬架咧就徵25%嘅關稅。咁究竟美國一年賣，咁究竟英國一年賣幾多車俾美國咧？係102000架，即係話呢個只係影響到嗰2000架，而喺經濟衰退嘅時候咧，應該就係唔會係超過呢個數噶啦。而由於英國賣去美國嗰啲咧，好多係貴價車嚟嘅，所以即使係超過10萬架之後要徵25%關稅咧，買得起嘅人亦都唔自在。鋼鐵嗰度咧，英國嘅鋼鐵如果計工業革命嘅時候當然威猛啦但係去到今日咧，英國嘅鋼鐵廠咧幾乎要政府接濟咁滯嘅，所以開徵個25%關稅咧影響好少，因為英國賣俾美國嘅鋼鐵咧，只係得美國入口鋼鐵嘅1%。至於鋁有冇賣去美國咧個數目亦都係微不足道。唯一值得關注嘅咧，就係美國有冇權
干涉或者係參與決定有中資係入去英國收購合併嘅時候，根據英國嘅國家安全及投資法呢，英國政府係有權去審議一啲同國家安全有關嘅外來投資啊，或者係收購合併嗰啲嘢嘅。英國嘅傳媒就報導咗話，美國係有權否決一啲中資係投資去英國嘅情況。咁英國財政部嘅首席秘書瓊斯就話冇呢種情況，否認咗呢種情況，亦都冇相關嘅條款。呢個就係應驗咗英國嘅言語啦，就係 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 has been officially denied， 即係千祈咩都唔好信，直至正式否認嘅時候。亦即係話咧，英國嘅財政部係否認咗，話美國有權否決一啲中資投資去英國咁。咁呢個係財政部否認咗嘅。如果係用英國嘅傳統智慧咧，即係話有呢件事啦。早前咧就係美國嗰頭吹咧，就話好可能最先係達成協議嘅咧就係日本或者係韓國、台灣呢幾個地方嘅。但係日前終於證實咗最先達成協議嘅係英國。個原因亦都好簡單就係個情況好簡單好易處理因為美國貨賣去英國嘅係遠遠多於係英國賣去美國嘅。咁唯一要傾嘅就係逼英國買波音飛機咯，因為中國嗰頭退貨啊嘛。雖然馬來西亞又話要咗但係特朗普都係要幫手推銷嘅。故此咧喺呢個協議嗰度咧，英國係要買100億美元嘅波音飛機至於特朗普嘅選民即係中西部嗰啲農民咧，今次協議都有涉及嘅，但係好巧妙嘅情況就係英國答應咗咧，美國嘅牛肉輸入英國咧，頭嗰13000噸咧係免稅，超過呢個額咧就徵20% 嘅稅。咁英國養牛嘅人使唔使驚咧？又唔使嘅喎。個原因咧就係英國規定咧，美國嗰頭咧入口嘅牛肉咧必須係冇激素嘅即係冇打呢個快高長大嗰啲針嘅。而美國牛肉冇打激素嘅咧，只係佔0.3%。所以呢個協議咧亦都冇乜幫助到美國牛肉出口嘅。亦即係話咧，今次英國同美國嘅貿易協定咧，只係傾英國要買100億美元嘅波音飛機同埋咧暗中咧係有啲協議咧，或者係默契咧，就係如果有中資投資去英國收購啲同晶片或者係國防有關嘅企業咧，美國係有權係表示憂慮或者係關注。呢個就係英美貿易協議嘅兩大要傾嘅嘢啦你話幾簡單傾得掂咧？睇特朗普今次嘅安排咧，佢就係先同英國傾咗最簡單嘅嘢，跟住咧就傾同中國傾最難嘅嘢。咁同中國傾嘅時候咧，除咗係個關稅問題之外咧，係加咗2個同關稅無關嘅問題嘅。第一個就要中國開放市場。第二個就係瘋傳甚久嘅要處理黎智英嘅問題。特朗普喺選舉嘅時候咧，就答應過係要幫黎智英嘅，依家就關押緊啦喺香港。咁佢前一排接受電視訪問嘅時候咧，個主持人亦都提出黎智英嘅問題會唔會喺中美關稅談判度提出嚟？咁佢又話呢個係幾好嘅 idea 噃咁但係亦都係不置可否所以今次嘅貿易談判咧，可以睇到特朗普嘅手法啦先處理好簡單嘅英國問題而喺處理嘅時候咧係不成文打電話之後雙方宣佈。至於最重要嗰個美國有冇權否決一啲中國喺英國嘅投資項目咧？咁呢個由傳媒吹出嚟跟住由英國財政部否認呢啲係曖昧嘅藝術。咁佢同中國正式傾嘅時候咧，
就派2個代表去傾啊，同何立峰副總理傾啊。但係特朗普自己喺 Truth Social 嗰度就出 post 啊，話要市場開放，跟住話減到80% 都可以㗎。不過雙方傾咗先算啦咁。呢啲又好睇到特朗普咧，既係一個大國元首啊，亦都係一個社交媒體嘅搞手嚟。咁究竟邊樣真邊樣假咧？開完會就知道啦。